台湾古木下酒伫总日顺对都市原住民发展条例草案来思考谈市原住民政策发展。伊讲条例第6条明文规定，爱设立原住民调解委员。根据了解，现况中西区甲永康早都有2名委员。不过议员表达痛心的是，这2名委员除了有文化背景、有法律的专业，但一直以来跨区服务并无受尊重。敢若只是翻译陪同，毋是主要的调解者，强烈要求市府设立办法来保障彼此的权益。全部有多少调解委员？总共有台南市有300多位。好，300多位，我们只有2席，是宝贵的2席。是。然后这2席呢，要服务全部台南的原住民。是。他要跑区。是。因为我们的规范是什么？就是中西区就是中西区的调解委员，永康就是永康的调解委员，大家都有各自的权利归属，然后都有自己的各自生态。然后当我们原住民有争取到自己的调解委员的时候，感觉上好像是来抢席次的，感觉上我们是边缘人。它执行面来讲，出现了您刚所提到的这几个问题，包括所谓的席次排挤，包括所谓的这个调解的时候被排挤，包括所谓的他的并不是主要调，他只是陪同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来针对这些问题来改善。初步我想到了可以改善的方式，是把这2席原住民级的调解委员独立出来，不要跟其他的调解委员所谓的附属在中西区。或是附属在永康区，我就想要把它做，比如说按照主流社会的游戏规则，我们不可能每一区都有原住民的席次。对啊，这个我可以体会，那你让我把话讲完。所以我们有2个代表，他必须跑区。我的意思是说，所以呢，即便他是挂在中西区，他跑到新营去调解，我也希望新营当地的调解委员、区公所能够充分尊重。他是专业的。对了，所以我刚刚讲就是说，我们干脆就不用所谓的跨区不跨区，就把这2席我们修改我们的办法，成为就像原民会全市市长，这就是我要讲的。而且它是独立的。我们的问题就是一直没有设立，它不是那个占名额，或者它也不是陪同的，它就直接去调解。所以这个就。议员表示，不管是原住民客家庭弱势族群的需求，伫族群推动委员会督促，进一步要求市府各局处所属的相关建设，伫主流社会当中，一定要用力族群的想法甲亮点的特色，并透过教育手段来感动社会，将原住民政策落实。台南新闻，阮籍刘品言采访报道。